给大家看看啊，这是我今天代购的东西，就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全聚在一起了，好多啊。这个是采自摘的奶油话梅，之前我推荐过好几次了，他家的话梅很好吃的。这个呢是京津卤汁豆腐干，经典口味的啊。这个是京津素火腿，这个是茨菇片，那么这个是梅干菜，这个梅干菜很干净哦，也很香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盐津珍珠梅。一袋呢1斤装，然后这里面全部都是卤菜，这些卤菜呢每一份都是有发票的。那么这个是酱排骨，这个季节嘛酱汁肉上市了，所以酱排骨呢顺带的也就一起。然后这个呢是白水猪肚，然后这里面也是有发票的啊。然后这个呢是酱汁肉，看到吧？这个是五花三层的酱汁肉，还有这个里面是酱排骨，它的口感呢比较相似，但是排骨跟酱汁肉的口感就是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。这个呢是苏式的叉烧，然后这里面也是白水猪肚，这个里面呢半只的麻辣鸡，还有下面这个是杜三珍的那个，这个呢是杜三珍的素鸡啊，然后1斤的话大概是5到6片啊，这个里面也是酱汁肉，这个也是素鸡，素鸡今天我也买了好几份了，他家的素鸡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里面还有酱汁肉，这位粉丝朋友我记得他一下子让我买了2份的酱汁肉啊，这一袋呢酱汁肉是1斤装啊。然后这个里面我就不拆开了，袋子都扎起来了，因为太多了怕混掉，所以给它扎口扎起来。这个里面呢也是素鸡。那么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家冰箱里面啊，这个呢是5个八宝饭，八宝饭已经下市了，这个是一位粉丝朋友预定好的，还没给他寄走。然后这个是猪心莲的汤团，这里面我冰箱里冻了2份，一份大概是4到5盒，一盒10个。那这个猪心莲汤团呢买回来是现包的嘛，我要给他们冰冻一下才能发货。他家的汤团我已经分享过好多回了，真的很好吃啊。然后这个呢是苏式的虾仁，湖虾仁是大虾仁，苏式虾仁呢是中虾仁，这2款虾仁的口感都很好的，比较推荐，也是一直在回购的虾仁。桌子上呢全部都是麦哈的包子和青团啊，我们这个包子呢也是好评如潮的，卖相呢一般般，但是口感真的很好。然后这个是净素包，这个红色的是猪油玫瑰包，然后这个呢是肉包，然后这边也是净素包，这个是万福兴的青团，他家的个头比较大，这个是万福兴的玫瑰猪油年糕，然后是鲜肉大众，然后这个呢是萝卜丝的。然后这边几盒呢全部都是万福兴的青团啊，它个头比较大，然后还有麦哈克斯烧麦，然后我全部要给它冷一下，冷透了之后给他们发货。